好，来继续来看这台中大甲妈的示警，来到婚礼的园长的武吉圣殿，庙方有真侪志工是用大鼎来煮食，有甜的有咸的，要互这个示警的民众普及享用。这信徒是食甲真满足，嘛来讲出着内心的望。大家拢讲希望赶紧落雨，嘛希望讲这个大甲妈甲白沙屯妈两尊妈祖会当有机会相拄头。 煮会好食袂？会啦。云林县中乡无极圣殿有真侪职工，早起9点外就真无用咧煮物件，拢是规大鼎有甜的有咸的。这个面线，面线哈，这里是他们的招牌。这里真的很丰盛，很丰盛哈。对。另外，这物件有面线、素糜、番薯、冰的仙草等等，拢是要互大家嘛绕境信徒享用的。咱有番麦啦吼，有咱的仙草，有乌里仔糜，嘛有面线，等等啦吼。伫绕境队伍中穿白衫，这个是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，伊嘛参加大甲妈的绕境。那你刚刚跟黄敏副市长有巧遇啊？有，我们刚才在这个另外一段路，我们就巧遇，然后也闲聊，共同互相加油。 绕境信众伫这摆活动中冒几个心愿。无来无安，赶快下雨。会不会期待说大甲妈跟白沙屯妈双妈相遇？其实我是蛮期待的。信众期待双妈相会，因为白沙屯宫田宫的妈祖嘛伫进香，队伍中嘛会使看到白沙屯的信众派包袱顶冒写求福。 另外，有关境真虔诚，对妈祖的愿求一直行咧，希望讲妈祖会使行到派出所。有关境赶紧到府叫3月小妈祖，一年一摆大代志，大家除了求平安，今年佫特别要求福。